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吧，我是一姐，我是米华。一姐，天气好冷哦，冷乎乎的天气啊，我真的好想要喝鸡酒哦，因为喝点鸡酒呢，可以补补身，暖暖冬。说到鸡酒，就是给酒，给酒啊，我也好喜欢喝哦，尤其是啊，这个客家给酒啊，它是用全米酒去焖煮的，所以你把那锅盖一打开的时候，真的是又香又好吃，尤其是天冷的时候，寒的时候呢，吃这个给酒啊，真的是暖身暖心哦。寒就是寒冷的意思，寒就是寒冷。除了天气冷啊，像寒流来的时候呢，大家想喝鸡酒之外哦，像是客家媳妇呢坐月子的时候，也少不了客家的鸡酒哦。做法呢也很简单，只要准备像是米酒啦、老姜啦、切块鸡肉，另外少不了的就是麻油了。麻油就是麻油，麻油啊就是麻油的意思，非常的香哦。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就是坐月子要吃鸡酒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中年爱食给酒，中年爱食给酒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带你来吃吃看香喷喷的鸡酒哦。好冷哦，敏华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带你来吃好料。这家餐厅啊的客家鸡酒啊很有名，然后天气这么寒呢，吃点鸡酒暖心又暖胃哎，真的。好好喝哦！我就跟你说吧，真的很好喝吧？好喝吗？这鸡酒好香哦，到底怎么做的？这麻油鸡酒因为客家的麻油，因为落姜片海炒，因为呢鸡肉呢还炒了7分，那因为呢米酒纯米酒还煮到熟，还能可以。香喷喷的客家给酒，又是你一个人独享，不好意思哦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味呢。我喝完之后，哇，我整个人身体都暖和起来了。在我也想要去暖和之前呢，我还是要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到了客家庄，千万不要忘记，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客家给酒。给酒就是鸡酒了。做给酒的时候呢，不要忘了一定要加的就是麻油，麻油就是麻油。麻油就是麻油，没有错。而且呢，是天气啊寒冷的时候来吃这个给酒，非常的好。寒冷就是寒，寒就是寒冷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坐月子要吃鸡酒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中年爱食给酒，中年爱食给酒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大家一块来看看坐月子一定要吃的这个给酒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